讲到万千，我说，有哪一开门，4000就不完了嘞。我就派到建议，也揾到半成千啊。各位乡亲，同我讲，我俩唔系冤枉，我咪冇4000。台北讲薪资无够，迄就无法度啊！啊，咱这是新店呢，至上，你个新店产业做到遐尼啊多着，新店个新台币哦，搁安怎讲啊？恁涨价嘛占大部分啦。万头家，你有冇凊彩后白讲话啦？阮也无换到新钱啊啦。4000我系冇，不过大家本爱有啲时间，等爱老二火龙风抢下插药，停紧那度就半个月，大家能力过过来。是要等啥啦？无现钱哦，至上，啊恁做得遐好啊着，你着凊彩摕一个地出来就好啊嘛。对啊。杨头家啊，我甲你生意往来遮侪年，我感觉欠过你钱啊。啊，你即摆就欠我钱啊！你又欠因的钱呢？啊，我活到10几年哦，你拢欠因的钱啦！你袂当叫人讲临工再过来，代志准错，哪有可能啦？至少，因本我的钱，我的小餐弄，那有差反了，就冇办法生发下伊嘞。对啊。完全感情来班啊，感情来班啊，完全感情来班啊，你感情来班做咩啦？大家等一下。就像万头家讲的，我总无4年做安台，我做得理解，大家介小哩，新台币涨发行，大家转今年万4000，当然万唔到啊。明年是含半年完退，下后大3年，2000万个为6个月贷款呢。讲到钱吼，要本人心慌慌的。嘿，心焦焦吼，都冇干冇散，爱做的，因为大张嘅还有翻业绩的时间，该做的两美卖，该美卖全部通情100做去卖转来。哈，全部要下卖哦。嘿，因为上月下冇分开来卖，嘿。按样怎么100花到挺多钱？哦，你讲嘅當場網場，啱咪遲到嚇，那個角色地圖嚇，佢講到特徵嘅來分批來撈千萬本，也都差弄，還有嘅下廠嘅毛蛇嘅廠商，一真正可能係好嘅鋪數哦。係啊，冇錯，像呢大範圍嘅東西吼，100進行1點，吼，按樣顯嘅負擔會較細對啦。冇錯，就像安尼學合會強用嚇，假使基本嘅教材在了就吃肥了幾個係做100，哦喲50集吃肥到本台這個，你拄會掉嗎？冇法度效法。拄唔掉，所以分擺喺你練習真嘅，讓做得啦，合會好耐哦。好，咁你就實際我咧開始複習了啲吃肥咯。係，你一日節，老細仔強下來複習係乜嘅主題嘅吃肥咧？好，你擺你來複習嘅係啦，清洗入罐嘅吃肥。好，冇錯，你下半你來看一下，你一節學那啲吃肥啦幾了。好，所以基本要學習嘅係乜嘅事呢？出現生氣。哎呦，非常生氣，還會按到好，記得咧係一個入聲字，所以呢，睇這個吼咬死嘅記得係咬到那個牙齒吼用心冇錯，你講到吼。講到換錢就生氣了，你不要跟我講換錢，講到換錢我就生氣。韓文用半音講。講到還錢就壓，講到還錢就壓本事哦，誰時節吼本應達到嘅時節吼，同學吼冇來讓你搞，你咪講，我壓死咯，我冇來讓你搞，我讓你嗎？會，誰冇嘴會？嘿，你有生氣，你為什麼今天跟他好？我壓的哦，我冇讓你做朋友。雖然很用錢，可是生活還是要生活下去啊！生活合會用半先講咧，生活。生法好，台上要記得哦，生法剛才強用係一個入聲字，一定要短促，最後一樣跟剛才的台上有看到冇？強用然後發強用嘅發音嘅鋪位了。所以呢，當中就講到，我們這些小茶農跟茶販就無法生活了。哇，你記當場哦，嗌到小茶農老茶販是冇辦法生活下去咧。
爱到小茶农老茶饭就冇办法生活下去咧。真紧冇办法，冇法度，我咪让你冇法度做朋友了，因为你家下冇让我搞。真紧啦，哈，你就会跟他说，等一下，我有谈过，你要不要跟我当朋友？好。等一下，你决定当声音了呢？所以等一下，险些哈，等一下，他们有慢性狗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是走的哈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有谈过，你要不要跟我当朋友？好。好，继续讲，好，大家等一下，他们有慢性狗呢？大家等一下。大家等一下，大家等一下，大家等一下，我哋朋友三包嘅湯，乜嘢愛讓我做朋友嚟卡手，點解卡手做那三張？好了，走唔得，按你走音走唔得，按用心哈，那个这么现实，按现实哈，按用心走唔得哈。下辈要教睇呢個詞彙哈，比較講哈，線上教睇那個口唱嘅時節。就我们台在讲，大家今天的课程有理解了吗？理解，他们用半心讲。理解。理解，好，有理解了。过，线上他们讲，可是我对你们的理解有点担心。我很担心哦，你们是不是理解错误了嘞？他们用半心讲嘞。小理。小理哈，当小理，真紧有晓得么？1+1等于3，不是，唔系按用心哦。下辈来看一下，点样学嘅？乜改词，乜改记儿咧？我能理解大家的担心。冇唔錯，呢度嘅劇情地圖哦，跟大家講說，哦，雖然我們現在日光哦，真的是冇辦法，不過。愛做得理解大家嘅小理，愛做得理解大家嘅小理。所以佢嘅按嚟大家哦，你唔是小，唔是急，哦，等下，安尼吼，你講吼，中到10嘅時間，聽就會慢慢啊，聽啊，原本大家來看，下輩係乜嘅詞彙是係講，我剛剛講到。你们大家真的不要急哦，慢慢来，比较快哦。斤数就3分数，他外嘛又讲斤数就3分数，走唔得，非常的急，急了就会失去你的步数，失去你的节奏。急，他们用半音来讲，急，也係一個入聲字哦，急。好，念到哈，你嘴巴要合起来哈，那个插弄嘅代表是。动心泡泡了哈，要发飙了哈！老台那个跳架讲啊，你以为你在等而已吗？大家都急着要换新钱呢，拜托，你现在不给我钱什么意思啊？不爱现钱，乜个意思？大家全急着要换新钱，可唔可以用半音来讲呢？大家全急定換新錢，大家全急定換新錢，好，今日最每日嘅教導了會唔啲睇啲下，從頭到尾學咧，嚟到詞彙咧，唔啲睇下要學會冇5個最尾係要複習嘅一堂，好，強下來行到改良時嘅北部嘅千幾，唔啲睇下要兩下要轉到北部嚟冇？要冇？韓文，看起去韓文，5個3下來繼續來複習，咁樣學到嘅詞彙，然後記啊，再個圖睇之下轉北部100了。